project 想慳錢，唔一定係樣樣買最平。好似今次個屋頂，我哋冇全部掉晒佢，再買一套新嘅瓦，而係將原本前後狀態比較好嘅舊瓦集中搬去屋後，新買返嚟嘅就全部鋪喺屋前面。點解要咁做？因為買家第一見到嘅一定係間屋嘅正面。如果新瓦溝埋啲舊嘅，顏色有深有淺，成個屋頂睇落好零碎。但如果前面統一用新瓦，後面即刻整齊好多。屋後就用返可以重用嘅舊瓦，只要狀態冇問題，防水做到，其實根本冇必要全部浪費。咁樣做唔單止可以減少材料成本，仲減少廢料同埋清運費。做開發唔一定要樣都用最貴，亦唔一味用最平，而係知道邊啲位置值得使錢，邊啲材料可以重新分配。真正嘅成本控制唔係偷工減料，而係將錢用喺買家睇得見、最影響 value 嘅地方。你覺得咁樣係聰明慳錢，定係應該成個屋頂全部換新？留言話我知。